而家大家係睇到係80年代荔園宋城嘅珍貴舊片段。講起香港昔日最經典、最有古色古香氣氛嘅主題景點，一定離唔開位於荔園入面嘅宋城。雖然宋城喺1979年正式開幕，但真正最興盛、最多人遊玩、最深入民心嘅年代，就正正係呢個80年代。當年荔園花重金參照宋代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嘅場景，打造宋城，係香港極少數100%還原宋代古鎮風貌嘅主題樂園。成個園區完全仿照宋朝街市格局興建，無論係古色古香嘅牌樓、青磚古建、河畔長廊、仿古橋梁，定係街頭佈局、店鋪設計，每一處細節都極之還原，令入場嘅市民好似一秒穿越返去古代大宋街市，體感非常獨特。去到80年代，荔園宋城已經成為全港最熱門嘅親子遊玩拍拖勝地，無論係本地街坊定係外地遊客，幾乎人人都會專程入場參觀。同普通機動遊戲樂園唔一樣，宋城主打係文化體驗同仿古風情。園入面佈滿各式各樣嘅仿古商鋪、茶樓、客棧同手工藝攤檔，工作人員全部換上傳統宋代古裝打扮，無論係店員、巡街人員、表演人員，造型栩栩如生，代入感十足。80年代嘅宋城，日日節目豐富，熱鬧連場，係最大嘅賣點。場內長期上演傳統特色表演，包括古裝巡遊、街頭雜技、民間技藝示範，不時仲有粵劇大戲、傳統武藝表演，將古代街市嘅熱鬧風情完美重現。好多街坊細個入去最中意就係睇古裝表演，參觀仿古街景，影相留念。呢度係好多香港人童年、少年時代最深刻嘅快樂回憶。除咗觀賞表演、打卡遊玩，宋城入面仲有好多特色體驗同傳統小食，充滿地道舊香港情懷。當年嘅荔園不只得宋城，仲有大家熟悉嘅機動遊戲、動物園、經典攤位遊戲，而宋城就係荔園入面最獨特、最有文化氣質嘅一片區域，動靜皆宜，老少咸宜，所以特別受歡迎。不過隨住時代發展，城市不斷變遷，加上後期遊樂場競爭越來越大，荔園整體人流慢慢回落，宋城嘅熱鬧光景亦都逐年消退。去到1997年，陪伴香港人接近20年，承載幾代人歡樂時光嘅荔園正式結業，經典嘅宋城亦都隨之拆卸消失，從此成為歷史。今日我哋唯有靠呢啲80年代嘅珍貴舊影像，先至可以重溫當年宋城古色古香、人頭湧湧嘅盛況。呢座獨一無二嘅宋代古城，不單止係一個遊樂景點，更係屬於舊香港嘅文化地標，見證住80年代香港休閒娛樂、市井生活嘅獨特風貌。呢種充滿古典韻味、有人情味、有傳統氣息嘅遊樂體驗，而家已經完全再冇，只可以永遠留喺大家嘅集體回憶之中。80年代嘅香港人生活節奏唔似而家咁急速緊張，大家作息規律，生活簡單。離開悠閒寧靜嘅市民公園，香港城市發展越趨成熟，市區馬路四通八達，街頭車流人流日漸繁忙，成座城市充滿住向上發展嘅朝氣同動力。當年嘅大馬路冇今日密密麻麻嘅高樓包圍，冇擠迫嘅路面交通，亦都冇五花八門嘅巨型廣告招牌，整體路面開揚乾淨，視覺空間非常闊落，氣氛樸實又舒服。嗰個年代嘅馬路交通有住屬於80年代嘅獨特風景。路面上最常見嘅就係當年主流嘅紅色小巴、雙層巴士、的士同私家車，行車節奏都比而家從容平穩，路面秩序樸實簡單，司機駕駛溫和，唔似而家咁急速亂揸車。街頭隨處可見踩單車嘅街坊，沿路步行嘅市民，趕車返工嘅上班族，人車共存嘅畫面非常和諧。兩邊路旁嘅街鋪
招牌、路牌同燈柱，全部充滿濃厚嘅舊香港味道。老式霓虹招牌、舊式店鋪門面、簡樸嘅道路設施，每一個細節都刻住80年代嘅時代印記。當年大馬路兩邊商業氣氛濃厚，日夜都有人流往來。日間係繁忙嘅返工、購物、通勤時段，夜晚街燈亮起，又呈現出另一種溫柔平靜嘅夜色風貌。走入附近大街小巷，即刻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、熱鬧沸騰嘅氣氛。呢度就係80年代香港最繁盛、最有濃厚人間煙火氣嘅路邊露天街市。喺80年代嘅香港，大多數平民社區都冇而家新式、密封式、有冷氣、整齊規範嘅室內街市。絕大部分居民依賴嘅就係呢種貼近民居、開揚通透嘅街邊攤檔，一檔一檔整齊一字排開，攤位簡樸實用，冇豪華裝修，卻處處充滿最地道、最純正嘅香港市井味道。街邊兩旁攤檔林立，種類齊全，日日供應新鮮時蔬、本地生果、生猛魚蝦海鮮，可謂包羅萬有，完全貼合基層家庭嘅日常飲食。起居所需，足不出區就可以買齊所有生活物資。每日朝早同黃昏係街市最旺嘅時間，返工嘅工人、返學嘅學生、買餸嘅主婦、落街散步嘅老街坊，令成條街都人頭湧湧，非常熱鬧。當年嘅攤檔老闆非常親民，街坊買餸可以慢慢揀、慢慢傾，可以講價，可以寒暄，人與人之間嘅距離非常近。成條街充斥住叫賣聲、談笑聲、車輛聲、剁肉聲、魚檔、潑水聲，呢啲聲音加埋一齊，就係最原汁原味嘅80年代香港市井氣息。我哋將視線由市區轉移去當年樸素寧靜嘅新界地區，去到80年代，香港市區已經高樓林立、商業繁盛，但廣大嘅新界鄉郊仍然保留住濃厚嘅農村風貌，同鬧哄哄嘅市區形成非常強烈嘅對比。當年新界大片土地尚未開發，四周一望無際，都係農田、魚塘同荒山野嶺。好多居民仍然以務農為生，日日耕田種菜、務魚養殖，維持住傳統鄉村生活模式，田園氣息非常濃厚。呢個年代嘅新界仲保留住大量古老傳統習俗同鄉土文化，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山頭常見嘅金塔。所謂金塔係新界原居民流傳已久嘅傳統葬俗，先人過身之後，遺骨經過處理、檢骨淨化，再妥善安放喺金塔入面，隨後擺放喺鄉郊山頭之上。呢一種延續百年嘅傳統習慣，完整保留住舊時華人慎終追遠嘅禮俗文化，係80年代新界非常獨特、難得一見嘅人文風景。當年嘅新界地理位置臨近邊境，風景原始淳樸，冇過度開發，亦都吸引好多外國遊客、攝影師專程到訪。佢哋走入新界鄉郊，一邊欣賞香港本土嘅田園風光、傳統村落，一邊遠望隔鄰大陸地區嘅原始風景，記錄兩地未城市化之前嘅珍貴面貌。時至今日，新界農田陸續變成住宅同商業大廈，金塔山景同原始邊境風光已經逐漸消失，只可以透過呢啲舊片段重溫80年代新界最原汁原味嘅鄉土風貌。